心中一切的盼望。耶和华是我的诗歌，又是我的拯救。神子民行走全地，报好消息，宣告你的名，高举了神的惊喜。我们称谢你，你是我神。我们称谢你，你是我神。我们称谢你，你是我神。扬声欢呼赞美，称颂我的王，高声颂扬欢唱，哈利路亚！来到主宝座前，称颂赞美他，我们欢呼喜乐，进入神的面前。扬声欢呼赞美，扬声欢呼赞美，称颂我的王，高声颂扬欢唱，哈利路亚！来到主宝座前，称颂赞美他，我们欢呼喜乐，进入神的面前。你是创造主，你是创造主，你是新拯救，你救赎我，你是主最大的医生，你是丰盛之主，你是我的牧者，引领我，耶稣我君王，我赞美你。扬声欢呼赞美，扬声欢呼赞美，称颂我的王，高声颂扬欢唱，哈利路亚！来到主宝座前，尊崇赞美他，我们欢呼喜乐，进入神的面前。你是创造主，你是新拯救，你救赎我，你是主最大的医生，你是丰盛之主，你是我的牧者，引领我，耶稣我君王，我赞美你。你是创造主，你是新拯救，你救赎我，你是主最大的医生，你是丰盛之主，你是我的牧者，引领我，耶稣我君王，我赞美你。算什么？你经顾念他，事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赐下荣耀尊贵，作为他冠冕，使地上万物都匍匐在他面前。我算什么？你竟顾念我。我没做什么，你却垂怜我。
见，你已先爱我，为了我打造专属的人生路。当我抬头仰望。我们就是第一次不是季红唱完，然后我们加进来以后，进到副歌以后，所有乐器就一起进来，就不用在那很安静，就澎湃一点没关系。吉他是不是还不行？那第二首好了，扬声欢呼赞美。对，练一下，吉他试一下音。第二首。扬声欢呼赞美，称颂我的王，高声颂扬欢唱，哈利路亚！来到主宝座前，称颂赞美他，我们欢呼喜乐，进入神的面前。你是创造主。你是新拯救，你救赎我，你是主最大的医生，你是丰盛之主，你是我的牧者，引领我，耶稣我君王，我赞美你。2堂礼拜在1分钟后开始。
大家平安，平安。让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神。主啊，这是你的日子，我们要一起大声来唱。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耶和华已战胜仇敌，战胜仇敌，全地大声欢呼。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耶和华已战胜仇敌，战胜仇敌，全地大声欢呼。耶和华是我力量，我心中一切的盼望。耶和华是我的诗歌，又是我的拯救。神子民行走全地，把好消息宣告你的名，高举了神的旌旗，我们称谢你，你是我神。我们现在要找3个人跟他说，很开心一起敬拜赞美神，很开心一起敬拜赞美神。我们再一起开口来唱。耶和华所定日子，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耶和华已战胜仇敌，战胜仇敌，全地大声欢呼。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耶和华已战胜仇敌，战胜仇敌，全地大声欢呼。我们一起大声宣告。耶和华是我力量，我心中一切的盼望。耶和华是我的诗歌，又是我的拯救。神子民行走全地，把好消息宣告你的名，高举了神的旌旗，我们称谢你，你是我神。耶和华是我力量，耶和华是我力量，我心中一切的盼望。耶和华是我的诗歌，又是我的拯救。神子民行走全地，把好消息宣告你的名，高举了神的旌旗，我们称谢你，你是我神。再一次来宣告。耶和华是我力量，我心中一切的盼望。耶和华是我的诗歌，又是我的拯救。神子民行走全地，把好消息宣告你的名，高举了神的旌旗，我们称谢你，你是我神。我们称谢你，我们称谢你，你是我神。我们称谢你，我们称谢你，你是我神。我们不停止赞美主啊！我们扬声欢呼的来赞美你，我们一起拍手来赞美。我们一起开口。扬声欢呼赞美，称颂我的王，高声颂扬欢唱，哈利路亚！来到主宝座前，尊崇赞美的，我们欢喜了，来到神的面前。扬声欢呼赞美，扬声欢呼赞美，称颂我的王，高声颂扬欢唱，哈利路亚！来到主宝座前，尊崇赞美的，我们欢喜了，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大声对神来唱。你是创造主，你是新拯救，你救赎我，你是主最大的医生，你是丰盛之主，你是我的牧者，引领我，耶稣我君王，我赞美你。扬
让声欢呼赞美，让我们从头再一次来唱。我们一起开口，扬声欢呼赞美，称颂我的王，高声颂扬欢唱，哈利路亚！来到主宝座前，尊重赞美他，我们欢呼喜乐，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大声来宣告：你是创造主，你是新拯救，你救赎我，你是主最大的医生，你是丰盛之主，你是我的牧者，引领我，耶稣我君王，我赞美你。你是创造主，你是创造主，你是新拯救，你救赎我，你是主最大的医生，你是丰盛之主，你是我的牧者，引领我，耶稣我君王，我赞美你。我们再次，你是创造主，你是创造主，你是新拯救，你救赎我，你是主最大的医生，你是丰盛之主，你是我的牧者，引领我，耶稣我君王，我赞美你。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欢喜来到你的面前。你是实行拯救的神，是我们的牧者，更是那永不撇弃我们且充满恩典的神。主啊，感谢你使我们得以认识你，在我们爱你以前，你已先爱我们。主，求你步步带领我们前方的人生路，使我们不再以自我为中心，放下自我，单单仰望依靠你，使我们手所做的一切都能彰显你的荣耀，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孩子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让我们用祷告的心一起来唱这首歌。人算什么？你经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赐下荣耀尊贵，作为他冠冕，使地上万物都匍匐在他面前。我算什么？你竟顾念我。我没做什么，你却垂怜我。当我为出生以前，你先爱我，为了我打造专属的人生路。当我抬头仰望你所造的天，深知你多么爱我，远超过一切患难困苦，死因有故，也无法将我与你的爱隔绝。当我放下自己，睡到你怀里，我的灵雀跃欢欣，不停赞美你，耶稣基督，我的救主。你的宝血赎回了我的生命，耶稣。让我们再一次从头来唱。主啊，我们要对你来说，主，你是那
眷顾我们的神，你不轻看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啊，谢谢你，我们深知世上所有都无法将你的爱与我们隔绝。主啊，求你使我们定睛向你，即使遇到患难困苦，也深知有主与我们同行。你是我们一生的医治者，更是那充满温暖、永不撇弃我们的神。孩子在此献上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此时我们依然站立着，来用使徒信经来告白我们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任内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的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请坐。奉献。我们一起同心做个奉献祷告。父神们，感谢你，让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圣殿当中。
主啊，感谢你在过去一个礼拜带领我们，无论在生活上、在学业上、在家庭上，都能够得着你的庇荫。主啊，谢谢你，谢谢你的恩典，我们愿意跟随你，无论在何时，都求你来保守我们，并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随时随地都能够以称颂你的名来宣扬你的名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的恩典，我们也奉上我们的金钱来作为你的圣工之用。这个时候，我们也要用你所教导我们的主导文，这样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报告。今天是代降节第3主日，然后我们是由儿童主日学青少契社青团契代表点燃第3根象征宣告喜乐的蜡烛，宣告被掳被压迫的子民必将得着救赎的喜乐。今天下午4点半到5点半，我们教会将举行社区报佳音，请报名参加者在4点20分于1楼集合出发。2024年1到3月的团契活动服事排班，请各团契会长于12月24号前交给干事会诊。12月23号下个礼拜六下午5点20分召开小会，请小会员留意。然后第5点，下主日12月24号圣诞赞美礼拜以及庆祝活动，上午9点半圣诞赞美礼拜也是合堂礼拜，将举行圣礼典，请要受洗的坚信以及坚信礼者，还有或者迁入会籍的会友向牧师报名，也请所有陪参者预备心，与主做同席。下午2点半，圣诞舞会，由各团契以及社区联合欢庆圣诞，请力邀福音亲友参加。晚上5点半，圣诞晚宴还有摸彩，我们是在马来亚餐厅，欢迎同住的家人以及福音亲友一同参与。然后采登记报名，额满截止，所以请还没有报名的尽快报名。12月31号台语礼拜中将要举行2024年团契会长就任，请各团契会长以及辅导留意。2024年年度爱餐认线一个单位3000元认线的款项，请交予干事，并于2024年入账。然后第8。第4季10到12月新眼光读经手册，请自行于招待桌拿取，并按进度每日灵修。奉献明信请自行看，如果有遗漏的或错误的，请向干事或会计来登记补正。圣经，今天的圣经记载在以赛亚书52章1到2节以及第7节。以赛亚书52章1到2节以及第7节。西安啊，兴起，兴起！披上你的能力，圣城耶路撒冷啊，穿上你华美的衣服，因为从今以后，未受割礼、不洁净的，必不再进入你中间。耶路撒冷啊，要抖下尘土，起来坐在位上。西安被掳的居民，要解开你们颈项的锁链。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西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正道，今天正道的题目是报好消息，传扬救恩。我们将时间交给一节牧师。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待降节很重要，就是一个等待。如果我们没有一个等待，然后就直接过圣诞节，有一点点不会珍惜，就好像下个月1月25号是易杰牧师的生日。我常常在这个时间点就跟我的儿女们讲哈，1月20号是爸爸的生日，你们就要开始慢慢给我准备，啊，那我当1月20号到的时候，那个期待就很不一样，啊，那很不一样，好，那所以待降节其实在待降的这节期当中，我们要做很多的事情。从这几个月的以赛亚书，其实就在教我们要准备什么事情。我们平常就要读经祷告，我们要参与团契的服事。我们要怎么样活出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样貌，将我们的爱散播出去。我们先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在这个复杂的一个世代当中，愿你此刻的灵亲自进入我们的心。不管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对你的了解认识是多少，愿你开启他的心眼，愿今天的话语深深的进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让我们能够活出主你创造我们那个喜乐、盼望。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阿门。我们一般人身体好的时候，都不会想到身体坏的时候的不方便。身体不好的时候，有很多的限制跟痛苦。易杰牧师自认为还算是健康宝宝但是一年也很少生病。我们家2个小孩常说，3个孩子常说爸爸你偶尔生病一下嘛，不然你每次生病都很严重。牧师上个礼拜其实2堂的讲道都是不能说硬撑，因为我只要上来讲就不疼痛了，一下去第1堂跟第2堂的中间，其实那时候在那边非常的不舒服，整个冒冷汗。每一年到圣诞节的时候，今年提早发作，往年大概都是下个礼拜才开始发作，今年提早，但是症头又不一样，症况不太一样。上次是肠胃炎，这次是胃痉挛，非常的痛，非常的痛。我们人就是真的有痛了之后，吃喝行动都不方便，才知道说身体健康真的是非常的重要。而身体健康真的是上帝给我们白白的恩典，恩典就是你不用付出，但是上帝都让你健康，我们才能够懂这个事情。我们也常常在太平盛世的时候，我们一般不会有危机感，就像现在台湾太平盛世的时候，我们身体也是一样，好的时候我们不会有危机意识。所以有一句话这么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人没有长远打算最近一定会有忧郁产生，常常是用来参考用了。今天过了再说，吃到饱，先吃了再讲。我常常现在不太敢吃到饱，吃到饱去看的时候都很恐怖。我常常看到一个整个虾子怎么就一盘，哇，我吓死我了。先吃了再说，不知道吃的让那些时候身体会多负担。在整个以色列救赎的历史当中，上帝选了以色列百姓，但是当以色列百姓他们受偶像的引诱，渐渐远离上帝不高兴的一条路之后，上帝差派众先知来引导他们。但是我们知道，人的心其实是有时候硬起来，我们说固执起来，比那个石头还硬，你知道吗？尤其小孩子还小的时候，那个很拗的时候，你怎么讲都没有用。这边幼稚园的老师在笑，你看那个小孩子就是怎么讲，他就是不要就不要，在地上爬就是地上爬。人的心其实是一样，非常的坚硬，没有危机意识。所以有一句比较不好听的话，叫“人真的不见棺材不掉泪啊，不见棺材不掉泪”。好听一点的话叫做“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啊。
生命的旅程当中，大家一定都会有摔跤过哦。像这样牧师，其实在今年年过半百了嘛，在年轻的时候其实摔了很多跤。那群离开故乡到巴比伦的以色列百姓，他们在当奴隶。牧师猜想，他们很多一定在国外郁郁寡欢就走了。他们当了几年的奴隶？来，又考一下，他们在巴比伦被掳几年？1、2、3，有奖品哦！1、2、3，没有人要讲，70年。我们说一代大概30年，一代大概30年，也就是2代多，2代多。在这2代多很恐怖哦，你大概在巴比伦，他们被掳到70年，大概第2代、第3代，甚至第4代就生了。因为以前大概都15、16岁、17、18岁，像我的妈妈18岁就生我大哥了，何况那时候那个年代，所以搞不好第4代都出来了。以色列他们是一个有信仰的一个民族，但是当时间一久，他们会渐渐对上帝存疑啊。牧师也难想象，他们还会有多少人还在敬拜上帝？应该很多人都已经落地生根。落地生根，这个就让牧师想到民国39年的时候，国共内战啊，你们年轻人有没有听过这个啊？国共内战的时候，有很多大陆人就移民到台湾，一住就是50、60年了。他们有再回去吗？没有了，就跟这边的女子就结婚了。所以有一句话叫“偶尔罕吉”，对不对？偶尔罕吉，对不对？然后偶尔罕吉生出来是什么？又好，偶尔罕吉生出来第2代叫什么？定信，你一直想，我以为你知道啊。意思也是这样子，很多就那个很多就是这样子。像知梅牧师啊，知梅牧师就是偶尔罕吉生出来的啦。他爸爸是外省安徽，然后国共内战的时候来台湾，然后跟他妈妈就在台湾，然后就结婚了。然后他一辈子再也没回大陆。牧师在想，很多到巴比伦做奴隶的以色列百姓，可能也是这种情况。他们心里可以想，通婚了嘛，然后我也不晓得什么时候回去。上帝，你错过先知之后要带我们回去，可是1年、2年、10年过了，还是没有回去。当我们信仰没办法坚持的，就好像我们感冒一样，我们当被病毒攻击的时候，我们都昏昏沉沉。医生开给你的药，你大部分都在睡觉。最近有很多弟兄姐妹感冒那个最强壮的利安也才刚感冒回来以色列百姓他这个时候已经病得很重了，但是已经晕倒在地上。现代人都非常的重视健康、养生、健身，但是我们有一个事实要面对：人吃五谷杂粮。来，在场的有没有人不生病？你举手一下。一年生病有超过2次的举手，2次，2次，2次，3次。一直有人举手从来不生病的举手。潘姐你好像不会生病你也会生病的，因为我看你很跟铁人差不多，你也会生病的对，所以人都会生病，甚至人你再怎么保养，你总有一天会离开这个世上。也就是说，身体健康很重要，但是信仰灵性上面的健康其实是更重要的。我们绝对不能本末倒置。在牧师最痛苦的3天里面，甚至有一个晚上3更半夜，我自己一个人起来，骑摩托车从家里骑到马街去挂急诊。一路上碰到红灯的时候就这样，然后红灯要骑，然后骑知梅牧师说：“你怎么没叫？”我说：“我叫你，你不理我。”我被吵那我也想，反正我应该还可以撑这13天里面，其实这个信仰也帮助牧师很大。忍耐、祷告，甚至在过程当中，牧师有很多的悔改。我也想到很多我们目前很多的弟兄姐妹在苦难当中我这样的病痛算什么？这样的病痛算什么？
信仰帮助我们在苦难当中、病痛当中，其实帮助很大。所以在这个待降节期，我们一定要做一个信仰的一个总检讨、那个健康检查。我们有没有像以色列百姓在信仰上面感冒了？我们的信仰是不是不冷不热？我们在信仰上会不会麻痹？我们知道冷掉的咖啡非常的不好喝，你知道吗？咖啡你要么喝热的哦，要么喝冰的。有没有人喝冷的？冷的真的不好喝。我们信仰是麻痹的，我们是不是行礼如仪，每个礼拜就来，当做是好像就是来交功课的？我们是不是把信仰陷入在一个框框里面？神迹奇事他从来没看过，不可能有神迹奇事出现了。但是牧师知道，在场的很多弟兄姐妹都经历过神迹奇事。我觉得我们家的子爱最近也经历了神迹奇事啊。他在整个学习上面也是大翻转了，大翻转！你们如果有兴趣，私底下再问他一下。我觉得，我们不要把信仰弄在一个框架里面。我们信仰也常常受到很多传统的一个辖制。我不晓得你们对目前你的信仰、你的生命，你满意吗？我们希不希望有跟上帝有更亲密的一个关系？以赛亚书1到39章。是想审判，40章以后，因为你既然被审判了嘛，就好像孩子被我们修理之后，我们怎么样？我们就会来安慰。所以40章以后，大部分都是安慰的信息。今天52章一样，也是安慰的信息。上帝会安慰，是因为怎么样？他百姓已经被掳当奴隶了。这是以色列百姓第2次被掳啊。第1次被掳是在埃及被掳啊，又当奴隶。我们知道后来一样，他们继续在当奴隶。但是上帝会传讲安慰，就是上帝的爱，以及上帝跟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啊。如今这个救赎、这个恩典已经临到他们的百姓。上帝要被掳的这些百姓做出准备跟行动。这个信息也对我们在座的我们讲，我们也要做出准备跟行动。我们不能成为一个做礼拜天的基督徒。我们不能成为一个做礼拜天的基督徒。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第1节跟第2节。第1节跟第2节，好，我们一起来读，来，请。锡安啊，兴起，兴起，披上你的能力，圣城耶路撒冷啊，穿上你华美的衣服，因为从今以后，未受割礼、不洁净的，必不再进入你中间。耶路撒冷啊，要抖下尘土，起来坐在位上。锡安被掳的居民，要解开你颈项的锁链。从前面这两个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知道，被掳的这些百姓其实是非常的悲哀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讲说啊，牧师常讲说啊，被掳，被掳，被掳。我跟你讲，不痛不痒。啊，战争，打就打，有什么好怕的？因为我们都不在现场。我们你今天如果是战地记者的话，今天假如你是战地，我们看电影，你在战地记者，你是第一眼的前线，你看到一个人被枪杀要倒下，你把他拍下来，你是第一眼在看，你可能会流眼泪。我爸爸妈妈我们在金门，他经历过823炮战，他们看过阿兵哥被炸，肠子跑出来，然后活着，像牧师讲过好几次。我想，如果你是在现场，你会非常的震撼，你会非常的震撼。这些被掳的话，他们从耶路撒冷到巴比伦很远呢，他们一定怎么样？脚镣、手铐、脖子这边讲的，颈项的手链，他们把它捆住。然后呢，我们有看电影嘛，然后绳子嘛，又一个牵一个嘛，一定是这样往前走嘛。过程当中不行的人就死掉了。我想一路上一定死非常的多人。他们怎么样？失去了自由，他们成为奴隶，他们成为是一个很悲哀的人。上帝的审判永远都只是手段，就像我们打小孩，不是想把他打死啊。我们常常会有的家暴，妈妈把孩子打死，那个根本不是在管教，他根本是在泄愤，
他是在泄愤。当可勤不乖，我们打到一定程度，我们不会再打下去了，因为我们只是要让他知道，审判的手段，审判只是手段。上帝盼望我们在苦难的火炉当中啊，好像那火炉当中接受试炼才是他的目的啊。上帝爱的百姓，他一定管教；上帝管教以色列百姓，他也会管教我们。有人会觉得说，我不信主还好，我信基督徒之后，我反而遭遇好多事情哦。我会跟他讲，你还好，你信主，或者你遭遇那么多的事情，你根本承担不了。然后听到牧师的讲了，我上个礼拜在讲财引，其实他信主之后，他很激烈的在追求之后，圣灵动工，魔鬼也动工，所以他遭遇了很多的内心、外在有很多的冲击。很多弟兄姐妹，牧师我们一直陪他度过。因为唯有试炼之后，才能够成为报好信息、传扬救恩大能的勇士啊！上帝对我们每个人都有期待，但是他希望我们经过训练才出去。我们要训练才出去，就像我们今天要结婚，牧师说你有预备，你才去结婚啊！你不是因为不小心的，然后要结婚，之后呢，常常婚姻都出问题，因为你没有预备，你没有预备。如今，上帝对以色列他们的处罚时间已经结束了，就好像我们孩子管教他也哭了，我们会伸手去抱他们。上帝也是一样，伸出手要来拯救以色列，要带他们回来，要解放他们。不是以色列百姓在巴比伦他们有好表现哦，没有，是上帝怜悯，上帝跟他们祖先所立的约。上帝的安慰，就好像我们孩子，我们给他安慰，他会重新不再哭了。安慰会成为他力量、盼望的来源。上帝透过经文呼应他们，兴起，兴起啊！这个是华语的翻译。台语什么？台语怎么说呢？台语说起来，起来，就是叫他起来，起来，就像可心起来，起来，离开巴比伦。上帝跟他们呼吁说：“你们要离开巴比伦，你们要起来，起来，离开那个关你们的那个监狱大牢里面。”他们去巴比伦就好像被关在监狱里面。上帝在呼吁他们：“你们要起来，怎么样？从睡梦当中起来啊！起来，勇敢站稳，重新站起来。”弟兄姐妹，上帝的救恩早已临到这个世上。每一个只要愿意的人，都有寻找他的恩典的一个能力。这个救恩就是耶稣基督。好，我们今天在场也有新朋友哈，我们欢迎你啊，欢迎你来到我们当中。好消息就是耶稣基督，上帝透过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牺牲，为我们全人类钉死在十字架。上帝流了血，担当我们所有人的罪过。就好像那些以色列百姓白白的给他们赎回。来到教会信耶稣，不用付上任何的代价。我们在台语堂里面，这阵子来了一个活教徒，他有一次来到门口，跟牧师说：“我可以上去吗？要做什么啊？才可以来做礼拜吗？”我说：“你都不用，你人来就好。”因为外面的给人，你不管你要拜拜，你要什么，都一定要付上代价嘛。我跟这个神明怎么样？我求他，我一定要给他，都要付上代价。不用，恩典的门已经打开了。重点是有多少人愿意像这个佛教徒，他真的很在追求，他也想听圣歌队唱歌。听了一次之后，第二次因为他没有办法来，他感冒，他冒着他病痛哦，他身体不太舒服哦，然后写了一个请假单，你知道吗？真的，他写了一个请假单，跟众经讲请假，请假。我们弟兄姐妹不来，有时根本都不讲，人家他请假，请假。
你可以看到他现在在台语堂那个爱餐的时候，他会主动去关心长辈哦，他会去关心长辈哦。他来到我们那个当中，他有感受上帝的满满的爱。但是到底是有多少人会像他一样，愿意进来这个门，甚至愿意站起来领受这个礼物，这个免费的礼物？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们大部分都已经领到这个恩典。当我们在上帝跟众人面前誓约的时候，受洗的时候，你就领受到这个恩典了。但是很可惜的是，现今的基督徒，很多人对这个不用钱拿到的东西，这个礼物，大家非常的不珍惜。尤其是在现在的处境、社会价值观，白白给你的，你会害怕，你会害怕。要吃饭一定要排队的，有排队那个才一定是好吃的，排队的哈。你看，等一下我们这边人都排队了，你一定觉得好像要付上代价的，白白给你的东西，那个礼物没有人会珍惜，因为我们人心的骄傲跟无知。我们虽然已经踏入这个恩典的门，牧师讲的这个有基督徒。包含我们在内，我们一样活在过去原本熟悉、我们喜欢的那个框架里面。那个框架是什么？整个台湾大环境的文化，基督徒啊，一到了选举的时候变一个人，你知道吗？基督徒啊，尤其到我们台湾的基督徒到选举变了一个人呢。家里面只要有不一样的颜色、不一样的，还会互相争吵。那我们平常所信的上帝，我们还是被这样的传统，甚至世界的价值观，在影响我们。我们一样用我们自己原来爱的方式来过我们新的信仰的生活。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当我们说我们是新造人，是因为你要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是因为你要离开过去，你要在基督里面，你能成为新造的人。可是我虽然受洗了，可是我不想在基督里。那你还是过你原来的生活。我的脾气就是这样子，你要我改，不可能的。我为什么要去跟他道歉？那我们就是没办法改变，那就是很可惜。我们白白得到这个礼物，这个礼物想要来改变我们。改变我们生命当中内心深层我们不想面对的一些问题，那些问题只有你知道，那些问题知道。我们就好像那些被掳的以色列百姓，他们虽然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但是他们的心没有回去啊。他们人回去，但是心没有回去啊，以至于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大家都在读圣经，是发生什么事情？上帝透过波斯把巴比伦消灭，70年之后让他们回到耶路撒冷是要建圣殿的，对不对？但是他们回去有建圣殿吗？刚开始没有，他们都关心自己的事情。牧师记得在6年前来建城的时候，我们这边在漏水，那时候刚好还读到这个经文。先知跟那些以色列百姓说：“你们圣殿在漏水，你们都竟然住有天花板的房子，但是圣殿在漏水啊！”意思就是说，你们都只是先管好自己的事情，上帝的事情没有人要管。感谢主，我们建成教会在那1个月里面，大家同心。我们那1个月，其实建成现在我们这样这个地点很好，但是啊，因为我知道我们当初盖这个圣殿。也没有跟外面募款，弟兄姐妹我们自己奉献自己干，以至于我们在存款里面没有很多。有的教会不大，但是存款好几千万，我们不多，以至于在我们那个时候要弄漏水的时候，我们1个月我们决定了1个月的工程，然后100万，我们就在那1个月里面，弟兄姐妹，上帝激励我们来建堂。2000多年的事情一样发生在我们建城里面。我不晓得大家还记得吗？在最后1个礼拜，我们还差20几万，20几万。
有执事在问说：“牧师怎么办？”我说：“我们要相信上帝。”大家还记得吗？那个礼拜奉献的时候，弘毅长老那个弘毅也在。牧师，有一个人奉献现金20万，没有写名字，没有写名字。敬拜上帝需要下决心。我们不能脚踏两条船，要世界，又要上帝。结婚了，你在上帝跟众人面结婚了，你就要忠于你的太太，你就要忠于她。生老病死，你就要忠于她。结婚之后有小孩真的很辛苦啊！伯父在这边真的很辛苦，牧师也经历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常常因为了小孩的事情，妻子有时候情绪来了，并不是一个很大的事情，我们要下定决心。我们如果下定决心，我们信仰才不会受这个世界的影响，也不会在职场上面、家庭上面，我们会有更多的忍耐、更多的信心跟盼望。我们来看一下第二节。第二节说，耶路撒冷要抖下尘土，起来坐在位置上面。西安被掳的居民啊，要解开你颈项的锁链。当耶稣赎回我们进入恩典门的那一刻，我们的身份就完全的改变。若有人在基督里面，他就是新造的人。你不是在以前的你的，你以前可能是三太子的干儿子啊，有没有听过？其实我们家子瑜不晓得这个事情，是子瑜还是子晴哈？小时候很不好养啊，然后那时候有一个那个说要找一个人当你的要找那个馈杯啦干父亲来养就然后给他弄一个动作就比较会好养啊。他们2个字也不知道，我也快忘记这个事情了啊。反正就会有很多的说啊，就父母亲嘛，碰到问题就想办法，如果有什么啊，就赶快去改啊。可能你房间的装饰啊什么不好，可能去瞧一下瞧一下这样瞧一下哇，财运啊，然后什么类似很多当我们进入这个恩典的门的时候，我们身份就改变了。经文说，我们要从卑微的，我们本来是在尘土底下躺着。我们要躲掉这些，上帝要帮我们躲掉这，让我们站起来。上帝要我们来坐高的位置。上帝要帮我们一些那些尘土尘灰，就好像我们一些过往对我们的伤害、怨恨、苦毒，甚至你有许多的委屈。牧师等一下要分享几个例子。委屈，你的骄傲，都把你除去啊！上帝会帮你，就好像宝贝一样，把你弄到高位去。为什么？上帝要开始让我们看到不一样的风景，看到不一样的风景，会看到你自己的责任，你的责任。弟兄姐妹，我们都是上帝尊贵的身份，这是一个有责任，甚至也是要我们确定的。耶稣盼望我们一起跟他做工，上帝已经帮我们解开我们颈项的锁链。我们在那个锁链是有个钥匙嘛，钥匙已经锁开了，但是上帝希望你把它拿掉。上帝已经把你从巴比伦那个监狱的门钥匙打开了，你要自己出来。上帝也把你这个链子打开了，你要自己出来。这代表什么？耶稣盼望我们心甘情愿的跟他一同做工啊！当你锁开之后，你就从尘土当中你躲掉之后，你觉得你会变圣洁。当我们跟上帝同工的时候，我们是要圣洁的我们是要圣洁才可以那个你不可能在这边领敬拜，讲的头头是道，好像很圣洁，然后在下面做的都是一些歪七扭八的事情。这样很奇怪。所以上帝希望我们是心甘情愿的，也是因为我们心甘情愿，我们是圣洁跟他一起同工，我们才可以经历到越服侍越甘甜越服侍越甘甜，一个前提是一定你要心甘情愿。
弟兄姐妹，我们要勇敢离开原来抓紧的世界，我们要从世界走向上帝。带这样第三主路，求上帝帮助我们，帮助我们重新将我们的生命的主权交给他。当我们主权交给他，代表的意义是什么？他会对我们负责，他也会对以色列负责，他也会对我们负责，他会有能力来帮助我们走前面未来的道路，而不是我们总是靠自己。我们一起来看最后第7节。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对锡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的佳美！当我们领受这么大的恩典，我们被上帝爱充满，我们的病得医治。可是这个病不是真的病。牧师20几年前我在世界的时候，其实我那个是不认识上帝，不认识上帝都代表你生病了。当我被上帝拯救了，进入这个恩典的门，我们绝对第一个想到的不是要为了自己打算。被救掳回到以色列这些百姓，他们就是为自己打算。如果我们到这个恩典门，我们第一个做的是这个动作，你会觉得这个信仰非常的肤浅啊！这个信仰非常的肤浅，而是应该我们要将这样的一个好消息，这样上帝的一个光，上帝的一个爱，告诉我们现在在90%几还没有认识上帝的弟兄姐妹。我们现在看到台湾，感觉上非常的富裕，要吃要用什么都有，但是每一年身心科，以前叫精神病，身心科这边也在做保险公司，身心科的病人越来越多，而且不是不分年龄。我们觉得教改应该现在孩子应该更轻松，不是，现在孩子更辛苦啊，更辛苦。社区有一个长辈，今年90岁，这个是他前几年啊，他有时牧师在分享心灵上，他跟我回应，他的妈妈95岁自杀。有听过95岁阿嬷自杀的，请举手。95岁是应该是儿孙满堂。吴老长老高十岁，哇，那个你看，世代，因为那个家庭缺少的爱啊。他说他的妈妈被他的媳妇做什么都不对哦，他不是说病了然后厌世然后再自杀。我想你厌世你早就自杀了，你不会撑到95岁了啦。你90岁你为了那些儿孙你会活着，可是他被媳妇被媳妇就是怎么都嫌到有一天他实在受不了了，躺在床上拿绳子把自己捆死。另外第一个有一个也是社区牧师在讲的时候，他一直哭一直哭。我讲他哭什么？他跟他女儿的关系非常的不好，他得到上一辈很多的苦毒，但是他很气，现在年轻人为什么只会玩手机？叫他做什么，他就不要。那我们大家都在想啊，因为跟着他来一个姐妹啊，一个他的亲的姐妹，他说牧师他问题很多。那我牧师就过去，你这样练你那个孩子有用吗？没用啊。我说没用，你为什么要练他？不练我受不了。现在世人有很多人的心里面非常需要一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就是耶稣基督要诞生。耶稣基督他是一个光，世上的爱没办法突破黑暗，唯有耶稣牺牲的爱，这个光才有办法带给人重新的盼望。昨天教会的关怀部，我们去探访了几个地方，有2个长辈是95岁跟91岁。牧师若讲不好听一点，他们其实现在都被关在监牢里面，因为他们也都没再出门了。他们也不喜欢出门。去我们给他们唱诗歌，有一个长辈，他一去做了没多久，他就跟我们讲：我为什么要活那么久？上帝为什么不带我走？上帝为什么不带我走？都是我们的老姐妹哦。我想我们对他的关心不够，我们就将基督的爱，阿环姐啊，正阳的妈妈阿环姐赶快拉了他的手，
安慰他，我们唱诗歌，我们鼓励他。第三个，我们到以诺小朋友，他是一个特殊的孩子，现在叫特殊哦，现在也叫一个特殊学校，不是什么启智启聪学校，不是哦，现在叫特殊学校。他的确也是上帝创造特别的一个孩子。大家都知道，他也是站不稳嘛，对不对？感谢主，因为有一个治疗牧师知道，他们已经下来，不然那个要100多万。他现在比较会站了，虽然偶尔会流一点口水。人家妈妈说他改变很多了，但是他这边有装个电池哈，如果像这种天气太刺激的时候，他会发作，他们就有一个东西给他们噜，他就恢复正常了。所以以乐说，妈妈这个好神奇哦，因为这边是接头，好像那个机器人一样，弄一弄，他就恢复正常了。牧师很神奇的看到妈妈他们多照顾他，多不容易。那也看到很多恩典在，看到那个以乐现在胖胖的，颈沟椎，变得胖胖的，跟以前不太一样。来乐团，弟兄姐妹，当我们白白领受到基督的恩典，我们绝对不要放在冰箱里面，不要放在仓库里面，我们要将这样的一个救恩啊，用我们的脚，用我们的生命传扬出去，不单只用我们的嘴巴。就像莉莉，她应该这个好消息，她带她朋友过来，她朋友现在可能也听不太懂牧师在讲什么，但没关系，圣灵会亲自告诉她，圣灵会亲自告诉她，因为上帝就是爱，那个爱会超越比父母亲的爱。父母亲爱自己的孩子，还是出于一点私心，因为这是我的孩子。但是上帝的爱是越过的，他是超越的。他甚至愿意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钉在十字架。有时候会想想，真的像今天等一下唱的这首歌，人算什么？人算什么？一点小小的病毒，一点小小的感冒，我们就倒了。人算什么？弟兄姐妹，当你还可以寻找耶稣的时候，你一定要赶快寻找啊！求上帝开我们的门，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心里的门，让我们用很谦卑的心来唱这首回应诗。我们一起起立来唱。人算什么？你经过年代。世算什么？你已经眷顾他。你赐下荣耀尊贵，作为他冠冕，使地上万物都匍匐在他面前。我算什么？你经顾念我没做什么，你却垂怜我。当我为这生一切，你已先爱我，为了我打造专属的人生路。当我抬头仰望你所造的天，深知你多么爱我，远超过一切患难困苦，死因有故，也无法将我与你的爱隔绝。当我放下自己，垂到你怀里，我的灵节日唤醒不停赞美你，耶稣基督，我的救主，你的宝血赎回了我的生命。弟兄姐妹，我们能够活着，现在来这边敬拜上帝，或者是跟着你的弟兄姐妹、好朋友来到这边，
就是一个神迹，就是一个奇事。现在全世界许许多多的战争，甚至我们台湾平均每一天有350个人会死亡，一年有13万人的死亡，但是上帝依然留我们一口气，上帝不会白白留我们这一口气，这口气不是为了要让我们自己得到多少的东西，说个实在话，那样活着一点的意义都没有。我们记得这几年当中有一个视障的一个传道，坐个轮椅来到建城分享。那个传道是牧师神学院的一个学弟，他现在目前在马偕医院服侍。当他出车祸的时候，他本来是一个运动健将，当他出车祸的时候，他也失去了盼望。但是他的父母亲不放弃他，他的信仰也不放弃他，他也坚持这个信仰，他走上来了。他的生命好像从被掳归回了，他站起来了，他开始用他的生命到全台湾去布道，去鼓励那些现在苦难当中的台湾的百姓。当在医院里面，当很多人在喊痛的时候，看到一个坐轮椅的进来安慰他的时候，他还能喊痛吗？他不会喊痛的。弟兄姐妹，上帝需要你们，需要我们，希望我们用我们的生命来报答他们。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三一的上帝、圣父、圣子、圣灵与你们同在，开启你们眼睛，壮你们的胆，将福音、将我们的爱传扬出去，直到永远。阿们。让我们一起来唱最后一首诗歌，带着回家。我们一起开口。哈利路亚，带着喜乐回家。哈利路亚，带着平安回家。哈利路亚，带着恩典回家。耶稣永远与你同在呀！一起嘿！哈利路亚，带着喜乐回家。嘿，嘿，嘿，嘿！哈利路亚，带着平安回家。嘿，嘿，嘿，嘿！哈利路亚，带着恩典回家。你是我最爱天父爸爸。一起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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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